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玲玲。今日咧會同大家講謝賢四哥，會用八字同埋生命靈數去睇下佢呢一生係過成點嘅，仲有點解佢感情咧會有兩次嘅婚姻，仲有點解佢會戴墨鏡。大家覺得佢戴墨鏡嘅原因係啲咩呢？我起初咧會覺得佢戴墨鏡係咪因為佢眼睛唔舒服？怕光，所以成日都要戴墨鏡。戴墨鏡特別有型。你哋最深刻四哥講過嘅係啲乜嘢？我最深刻嘅就係佢講過，男人可以風流，但係唔可以下流。所以我呢句説話我就覺得，四哥又可以係好幽默啦，亦都係一個好有責任心嘅人。四哥咧係丁火命，丁卯嘅日元，卯申合金，金咧代表財星，卯係夫妻宮，卯申合金。卯申合金，丁卯係助夫妻宮，卯申合咗個金，金係財星。結咗婚之後，佢嘅財運嘅異性緣咧都好旺嘅，賺錢機遇好多。佢一生嘅財運賺錢嘅機會咧都係不缺乏嘅。佢嘅另一半得到佢媽媽嘅喜愛，已冇乜婆媳關係。你見到八字咧有兩個劫財喺天干，劫財代表係朋友、自我、重義氣。劫財為用嘅人，人際關係如魚得水，講嘢咧比較轉數快，唔容易得罪人，識得喺乜嘢場合講啲乜嘢，令到個氣氛咧更加好。劫財係克正財嘅，佢另一半相處嘅時候，佢都會有克財嘅意思，佢會重視朋友，重視義氣。出邊去玩聚會多過留喺屋企重視家庭，所以四哥有講過，狄波拉幫佢生完霆鋒，屋企湊仔照顧家庭，但係佢自己咧會出去玩啊，同朋友聚會啊，意思係佢係重視朋友多過重視家庭，所以有克妻嘅意思，得唔到丈夫嘅重視同埋愛錫，重視朋友多過重視家庭。兩個劫財喺天干，亦都代表咧佢係好重視朋友嘅，咁亦都會克財。意思係都有搶妻嘅意思，中意嘅另一半或者佢嘅另一半佢嘅太太同性嘅競爭，例如多角戀或者係另一半會俾佢嘅兄弟上。劫財克正財，意思係佢嘅太太或者佢嘅另一半喺朋友眼中咧好漂亮、好優秀、好獨特、好受歡迎、好受異性歡迎咁解。朋友對佢太太有興趣，佢太太結咗婚之後都仲好有異性緣，好受到異性關注。使錢方面咧，亦都係賺得多、使得多嘅意思。但係使完錢之後啲錢咧，都係可以有個回饋或者係有個好好嘅回流。咁因為比劫為用，咁即係佢越使錢就越有動力去賺更多嘅錢。第一段婚姻咧係維持咗3年，係有第三者嘅介入。1977年丁巳年咧代表有第三者介入，代表比劫行比劫，即係搶妻嘅運勢。第二段婚姻咧係維持咗16年，1995年轉下一個10年大運，每逢轉大運都會有啲改變化、轉工甚至離婚嘅運勢，而呢個變化應驗咗離婚嘅運勢。如果佢揀咗轉行，就會影響工作嘅運勢。如果喺唔影響工作運勢嘅情況下，前妻又保持一個友好嘅關係，都未必係一件壞事。2005年 Coco 相戀，而呢段感情曝光喺傳媒大眾面前。喺八字嚟講，個運勢係卯酉相沖，沖咗喺夫妻宮，所以呢一個年份咧係容易喺感情變化。即係話，如果有伴侶咧，就會有機會分開；如果有另一半咧，亦都有機會結婚。Coco 前女友就話：我每一次拍拖咧，都想揾一個好似對我咁好嘅人。後來發現咧，呢件事實在太難啦。而佢哋相差嘅年紀有49年，所以呢段感情咧，亦都備受大家嘅關注。四哥嘅八字咧，偏印為用，偏印咧代表奉獻，為身邊嘅人付出，帶俾另一半嘅安全感，樂於奉獻，有奉獻嘅精神，好有愛嘅人。生命靈數方面，佢嘅生日日期係13號，13號係1+3等於4。4代表穩定、樂於助人、個系統同埋自律。點解話佢好自律呢？佢喺訪問期間咧，有人問佢：四哥啊，點解你可以保持身體或者你嘅形象咁好㗎？你做咗啲乜嘢啊？佢話：我好重視健康嘅，所以我每一日咧都會做運動。我因為貪靚，所以我覺得自律係好重要嘅。點解話佢重視效率呢？佢同狄波拉結咗婚之後，生咗霆鋒之後，佢同狄波拉咧想計劃生多個小朋友，然後咧就會諗究竟生仔定生女好。咁4嘅靈數嘅人咧係比較保守同埋重視效率嘅，所以咧佢會想即刻生多個小朋友。
佢話就想生多個仔，迪波拉就話我覺得想生個女。咁佢哋就好快都係生咗個湊成好字嘅仔女都有嘅家庭。點解會講四哥好中意幫人呢？四哥過身之後，有網民發文講喺佢小時候遇溺浸親，四哥挺身而出入海裏邊救翻佢翻嚟，而呢個係報咗新聞，都會表達好多謝四哥當時救咗佢一命。四哥本身嘅生命靈數係屬於3，佢嘅月份嘅生命靈數加起嚟係3，同佢總數加起嚟都係3。意思係啲咩啊？如果佢嘅月份相加起嚟係3，佢需要克服3嘅問題同困難。例如3係好中意玩嘅，好怕悶嘅，好怕冇人關注佢同埋忽略佢。所以如果佢成為藝人，但係如果冇人關注佢佢會覺得好痛苦。或者佢結咗婚之後有啲好重複嘅嘢，柴米油鹽，或者冇得同朋友出去玩佢都覺得好唔開心同埋係好困惑嘅。佢嘅掙扎點就係責任感同埋玩。結咗婚之後，會唔會因為責任感而冇咗時間去同朋友聚會，或者冇咗時間去玩呢？的而且確係嘅，因為結咗婚係一啲柴米油鹽啦，同埋一啲生活嘅瑣碎事。四哥因為非常熱愛社交帶嚟嘅新鮮感，中意喺人群裏邊表現自己。而講到霆鋒出世之後留妻子去睇霆鋒，留迪波拉喺屋企照顧個仔，自己就放假或者同朋友出去玩。佢當時講嘅時候都有一啲內疚嘅情緒，因為冇陪伴孩子，自己去玩。其實佢內疚嘅情緒係因為佢本身係真係好中意去玩，係好想受到朋友嘅關注同埋注視，犧牲一啲佢想去玩覺得好玩新鮮感嘅嘢，佢想去玩啦，或者有啲多姿多彩嘅生活啦。但係如果係生活裏邊只有責任感，只有柴米油鹽，只有照顧家庭，佢就會覺得好悶，唔到佢想要嘅嘢。當時佢係要犧牲玩嘅時間而攞翻佢嘅責任感，佢點樣平衡呢？除咗照顧家庭，除咗將佢嘅時間放喺佢嘅工作，其實聯絡朋友、應酬，某程度上都係可以維持喺人際關係裏面嘅如魚得水。因為佢嘅工作係需要社交、需要應酬、需要多啲嘅人員支持，需要朋友嘅認同啊、扶持啊、同埋關愛啊，同埋一啲朋友嘅對佢工作嚟講有一個好好嘅助力。佢喺賺錢方面提供屋企嘅源源不絕嘅使費啦，生活嘅品質，金錢方面係好充足同埋好富有嘅。因為喺90年代佢已經有1000萬移民咗去加拿大，的而且確喺財務方面係為家庭負起最大嘅責任。而家講下點解佢會一直戴墨鏡。生命靈數3嘅人好渴望被關注嘅，無論另一半嘅關注，定係佢喺公眾場合裏邊受到關注、受到愛戴、受歡迎，喺佢嚟講係一個價值，係一個終身追求嘅嘢嚟嘅。所以佢戴墨鏡某程度上係一個 icon。諗起四哥就會記得佢戴墨鏡。戴墨鏡係可以令到佢嘅印象，觀眾對佢嘅印象係好深刻嘅，係唔會忘記佢嘅。一直以嚟都會將呢個 icon 擺落佢自己度，咁人哋就會記得佢，好尊敬佢，好受人愛戴嘅。呢種性格係好適合成為明星嘅，因為佢受人關注、受人愛戴。做明星係絕對冇入錯行嘅。至於生咗仔女會更加受到外界嘅關注。至於長大之後都成為明星，亦都會連帶記得起係謝賢嘅仔。咁所以佢一直以嚟都會達成佢想成為嘅嘢，就係受人關注、受人愛戴。相反，如果佢唔能夠受人關注，可能佢會做一啲嘢去令到人哋關注佢。所以正面嚟講，影響力、令人喜歡嘅嘢受人關注。講到面對現實，靈數3嘅人最怕面對現實嘅。咁佢同 Coco 一齊咗12年啦，佢都面對現實，因為佢話其實我都唔需要你去陪到我最後，咁亦都俾一個自由你，等你嘅另一半，希望你會揾到個比我更加好嘅對象。佢希望阿 Coco 仲有青春底下去揾一個錫佢嘅人。點樣先會喺佢個人課題裏邊得到受歡迎、受人愛戴、受人尊敬呢？喺佢嘅課題裏邊都要完成，就係克服責任感。即使冇乜人理解到佢點解隨時隨地都帶個墨鏡出嚟去見大家，但係都冇人話佢好做作，有克服到自身嘅恐懼，然後用愛去對待佢身邊嘅人。每個人都有自身要克服同埋面對嘅問題。挑戰完成之後得到一啲正面嘅回饋，好受歡迎，對佢嘅形象都係好正面。3亦都代表受歡迎、幽默、
時尚善交際。佢點樣幽默呢？阿霆鋒同佢傾偈嘅時候，有個訪問嘅人問佢：你哋係咪好耐都冇見啊？既然就話：我同佢其實唔係好熟㗎咋。阿霆鋒就笑，既然咁樣嘅表達方式係好幽默、風趣嘅，出嚟就係一個時尚嘅代表，全身白色、苗條身材，令人覺得佢係好形象。即使去到一個年紀，老人家嘅年紀，亦都唔似一個長者，係一個好有型、好 man、好成熟嘅一個中年男人，係好着重形象嘅一個人。通常完成佢命裏邊帶俾佢嘅一啲困難挑戰，佢呢一生咧都會覺得無憾。我相信四哥咧覺得好無憾，呢一生亦都係過得係好開心。今次嘅分享就喺呢度啦。鍾意我呢條片記得 follow、share、like、subscrib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